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医术的价值就是解决病人的这痛苦，并且咧，甲病人放伫咧心上。今日这位来宾，有人讲伊是医学界的 Steve Jobs， 不断伫医学领域继续来创新，帮助济病人。一天看诊哦，超过300户，每个月来开刀超过100台。虽然手艺手术刀，但是这双手咧，同款会当演奏 violin， 甚至会当伫咧球场顶哦。话枪就枪，伊嘛是一位资深家，捐钱累积超过1亿台票，元气十足，万般通，困为行医救众生。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看行医当作主业，度冤困的故事。就亲像一般艺术家庭背景同款，杜元坤故乡台南家庭富裕，爸爸是律师，伫火车站边开律师事务所，爸母拢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不过教养杜元坤的方式真特别。阮老爸对我相当要求相当悬，violin一日2点钟，无去游violin袂使食饭，啊，从细汉到大汉的逐学期，佮逐年拢考第一名。即世人迄阵来讲，毋捌知影第2名啥物滋味就对啦。慢慢啊，做医生啊，咧照顾阮老爸的身体。啊，我嘛足想要甲问讲，啊是安怎从细汉小弟生活老爸老母拢笑甲敢若宝贝啊，我这敢若外口捡入来安尼啦。爸母严格教育，确实互杜元坤真优秀。毕业运动、音乐拢是第1名，南一中第1名毕业，不过无考调台大医科，骑脚踏车到安平爬山跳海。我伫台南一中，全校模拟考拢第1名的啊，结果迄阵高中3年交女朋友交一个去互放杀，心情歹爽，哇！台大医科考袂着，去考入北医考入北医了想要自杀。放榜了，我骑脚踏车骑去安平海边，安平内等要跳出紧的，要跳的时阵，我想讲，哇，袂使，巴肚有够枵的啦。人的枵巴肚枵跳落去变真20轨枵死鬼足可怜的呢。我想安袂使。阮老爸讲伊现场伫我食面伊就讲一个台大和台大结婚，生你即个台大考袂着，我阵心内有够硬的就对啦。我想好，安怎无爱插伊？伊讲你爱重考，咱厝一定要出来台大。考入北医了后，杜元坤袂干那球加 violin， 成立北医的管弦乐团。拍球了规身躯拢垃圾死倒走，拢汗水嘛，臭，我行过，我看讲我学长学姐恁咧下琴呢因咧目睭甲我认啊，你会知影？我穿破伊上即个毋知啥物啥物运动员尔，无要插我。我讲我这全省冠军，恁无要插我隔日我搁去甲因讲，无人要插我。我所举我琴violin举咧，去阮北医4楼顶，当阮校长拢早7点半就来我就violin甲走了，但是甲插就对啦，走到全校拢听有。甲爸爸讲好的登考台大医学院，后来无实现过。杜元坤的特别有正义感的个性，其实关注爸母。大大迄1年，爸母因为创办《东莞》杂志被抓入监。阮老爸从古早讲话就真臭屁安尼啦。较早伫台大的时阵伊就拢组织学生会伫甲这当初这个政府咧对抗。因两个想讲好要替台湾做寡代志，所以说出一本咱讲东外这个杂志就对啦。刚刚咧写尔，一期尔再见迄安怎讲呢？写来了，人就讲你这袂使嘛，你这思想有问题嘛。阮老爸都较早读大学，就已经是个思想分子杀到了一关。爸母入监了后，当时伫马街病医实习，伊要扛起律师事务所所有业务，才知影爸母经营事业有偌辛苦，也才体会到爸母对伊的严格，是因为爱伊自细汉会食苦，扛起大囝的重担。
元气十足万般通，坤为行医救众生。今日咱邀请到咱的杜院长来到咱节目现场。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义大病院的杜元坤。哇，院长，你的这个故事真正鼓励人心呢。安怎讲呢？你过去哦，就是讲哦，这个行医啦吼，甲即阵也是啦吼。人讲行医甲当做一个职业啦吼。你人讲你是带院的，伊个院长拢带伫病院内底啦吼，真正互人敬佩啦吼。啊是安怎行这个路啦吼？这路来，你感受安尼做落去，你一生的这个职业奉献落去，甲当感想是啥物？哦，是安尼，因为我从细汉吼。看到阮爸母啦吼，佮阮外公吼，确实拢咧帮助人啦。是。帮助人到尾手来讲，咱从细汉的教育吼，除了伫学校以外，家庭教育也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是。所以吼，我一路安尼做过来，做医生啦吼，帮助者善车人，帮助者根本都无人要医的病人，甚至是会使讲全世界无人会要医的病人。这目的拢干那一个，就是讲咱今仔日选择这个行业啊，咱要讲你现在要选择困难的病人，你不如讲吼，是这个行业选咱来做伊的代言人。不管你是善车，不管你是贫苦的，不管你是做困难，咱拢做会起来。所以我甲讲，这是一个职业。我的意志要来做这个代志，吼所以一路行过来到即马唔捌休好过。感觉感觉讲做安尼代志吼，是互我足欢喜的代志。有影啦吼，人咧讲你较早真够读册啦吼，这个高中进前无考过这个第2名啦吼，这个毋过伫咧考这个大学时阵，人拢讲这个稳的大的啦吼，但是尾啊咧。这主持人你足了解我。较早读册吼，都足臭屁啊，都从国小读到高中拢嘛第1名吼安那考就感觉讲，尤其迄阵台南一中嘛，像这个多的都是阮考到的吼。是。迄阵都爱交女朋友啊，吼，都算做讲吼，迄个性啦，吼，迄阵感觉交女朋友了就较无遐认真，但是嘛感觉讲稳稳啦。结果考了出来，惊一个讲无调，迄阵无调，像心情有够歹就对啦。我想要安怎？迄阵想这吼，我有一个感觉安尼足见效。脚踏车一直踏到安平海边，你知影吼？阮厝到安平海边也踏4公里的脚踏车。踏到遐我较大箍嘛，到遐巴肚枵。巴肚枵要跳海上讲我袂使，这跳了变枵死鬼咧吼，真歹看。我脚踏车去徛咧，想要转去，想身躯顶有带钱无？嘛无带钱啊，无法度去食面啊，所以安尼徛转阮厝。阮母吼看到我吼，好一个要4公里走去倒安尼，我讲本来要跳海啊。还想煮一碗面互我食。我食碗面食到阮老母目屎流到，我感觉家己较才讲做这代志。敢若阮老爸讲生这个戆囝吼，我也呆呆，恁母也呆呆，生你这科考不就呆呆。迄阵对我刺激足大。是。所以拢甲我要求讲你一定爱吼，你帮伊注册袂要紧，但是你来订考。所以迄阵的故事是安尼。尾手我嘛真正有订考啦。是。只是我订考就毋是伊希望的，伊希望讲我会当去考这个呆呆医学系。结果我毋是啦，因为我去考师大音乐系，考着。阮老爸讲好我第2年考着了，我讲我订考考着啊。阮老爸甲我讲你考着足好吼，伊毋知影我考着音乐系啦。讲安尼你过来人生的计划吼要安怎？我讲我着要好好做音乐，阮老爸听也无啦。伊讲无你是考着倒位啦？我讲考着师大音乐系啊。是。伊想诶，你知影这律师讲话拢厉害，伊讲不要紧。互你去读，是。我想，阮老爸变得开明，遮尔开明安尼啦。你学费你家己出啊？学费家己出。我想袂使咧，迄阵阮老爸互我的钱吼，家己生活，搁要交女朋友吼，要食一顿较好就无一定有够咧。我想煞去啊，搁倒来报伊读。所以这个故事是安尼。哇，所以这个考调师大音乐系啦，证明你讲这个 U violin 吼，真正是出名啦。但是咧，嘛当看出这个爸爸对你这个严格啦吼。咱讲过去对你的严格吼，也有弟弟妹妹伫咧。伊拢对这个弟弟妹妹同好啦吼。对你是因拢坐轿车去上课，你家己就是用哭行的啦吼。就是有一届，你就是手。淡薄较去厨房落去摕沙拉油，就甲倒咧烟精挂内底。对。哇，这件代志尾啊，爸爸有气甲。
这吼，这实在是安尼，因为我细汉我无了解，阮老爸对我的用心啦。我感觉奇怪，啊，我读公立的小学，小弟小妹吼拢去读私立的，迄是台南足好的小学，啊，我读的是一般公立的，啊，规日拢行路去上课咧，啊，阮老爸赛车就载阮弟弟妹妹吼，啊去上课，我感觉该差济啊，啊，所以我感觉讲这台车吼。一定要甲做个卡手啊！做个卡手。嘿，啊，所以一遍吼，暗时啊，都大家无咧注意有无吼？啊，所以甲迄去阮咧厨房啦，沙拉油从摕来吼，啊，眼镜挂掀开吼，我有看阮老爸安那迄眼镜挂，所以知影要安怎开啦。啊，无狗囡仔现在开啊。啊，所以甲揽的，啊揽的，过日要发袂动，尾仔去庆烟。哇，庆烟代志大条咧吼，庆烟较紧咧，甲眼镜关起来吼，讲这要安怎？啊，尾仔人来人告讲你去用吼。雕工啊破坏去的，啊，阮老爸想一定吼，对方的律师还是对方的当事人吼来破坏啊，啊，我拢唔敢讲啊，啊尾啊，迄讲袂守则的啦，迄是迄金龟仔车，金龟仔车，迄阵啊真流行金龟仔车，啊尾啊吼，阮老爸常常无法度，啊无换一台新的，阮老爸算经济袂歹啦，尾啊换一台迄个美国吼，迄个西部的，迄个雪佛兰的大台车，啊结果嘛无好着我，大台车是阮小弟小妹较好做呢，我嘛是继续。行路安尼就对啦，所以这个故事吼，像我交囡仔时阵吼，尾仔阮老爸知影是迄沙拉油是我做的吼，吼气啊要死吼，我是咧交囡仔吼这款人。不过我细汉就是人讲吼足搞怪啦，啊规身躯吼我拉工用袂了安尼，像我做实验嘛是啊，好老师就讲啊这款的吼酸啦，这款的吼。这个什么款的药剂，要安怎淋做伙？是。啊，我心内想讲，啊，该用较高的安怎袂？用较高咧。啊，问题是下袂使啊。啊，所以吼，迄阵实验室老师讲，老师对阮做好，无啥咧管啦。是。摕一个当去厝吼，啊，佮知影毋是伫阮兜做，去阮同学因兜甲做啥病啊？火烧厝啊？规个拢病去。规个火烧厝，我警察来想吼，靠，这火烧厝啊，阮两紧酸啦。所以好佳再无烧死人咧。啊，但是吼，你就知影讲，我囡仔时阵足好奇啦，啥物代志拢感觉啊若无安尼会安怎？哦，刚才像迄台细台金龟仔车，啊无我倒过油看会歹袂？迄个感觉安尼啊。哦，所以爸爸迄当阵对你嘛是算头疼啦吼。哦，做头壳疼，根本管袂掉。所以尾啊。嘛看到这个你甲爸爸吼，这个有当时啊是哪行，有讲哪晚嘛是哪行哪远，就是讲尾啊有到底有好解无？有，我看阮老爸做这代志吼，我感觉伊是爱我在心内吼，但是这因为这吼古早来讲吼，做老爸这个尊严啦，伊也无爱讲上软的话。是。啊，一直到吼，伊伫要过身以前吼，伫台南一个医学中心吼，伊伫洗药水洗10几年啊，啊心脏有问题啦。啊，我迄阵我伫台北中间嘛吼，啊我倒来甲看，伊讲阿坤来，用叫阿坤来，你来看吼，伊窗仔门看出去，啊，倒我日头要落山，伊讲阿坤啊，爸爸含你可能这世人吼，这解尾一遍吼，做要看这日头落山。我讲阿爸，你往我别讲啦，较有可能，你还去做好伊讲恁咧医生拢有讲白贼，我做歹势安尼吼。伊甲我讲吼，你今仔我甲你讲的，你听好吼。伊讲你是安怎？从细汉，你感觉讲你心内不平就对啦。啊，我对小弟小妹吼，安尼拢做好，啊是安怎对你特别安尼要求。是。伊讲你捌听过无？台湾人讲的吼，讲富无过3代就对啦。啊，咱厝好囝咧，吼，啊我若甲你生，啊你也变歹囝，啊可能咱莫讲3代，第2代你就败去啊。所以我要互你这个斯巴达的教育，斯巴达这款的吼，就是原因是安尼。啊，我嘛知影你拢考第1名，我嘛知影你迈奥林比赛第1名，我都无爱去。是安怎讲呢？互你家己去想讲，你要去做较好，要来吼，互我的眼光会当放你身躯顶，啊，你就愈来愈成功。我讲哇，啊，会安尼啊，啊，你毋较早甲我讲的，害我细汉拢想讲，我都毋是你生的吼。你讲有这款的想法，你才会搁较拼。所以吼，这个故事是到尾要好解，是毋是？阮老爸伫要过身啦，确实迄遍吼日头落山，有那是阮老爸吼。看的解尾一遍的日头落山，因为过一礼拜，阮老爸就过身去。啊，这间病院，阮爸爸照顾得真好。是。哦，伊阵知影讲我是医生，啊，惊讲哎，恁老爸过身，如果安，我讲无，我有够感谢因的。阮老爸身体吼，伫咧病院当照顾10几年，我有够感谢因的。啊，所以这个故事是安，就是讲到尾好解，是因为阮老爸讲啊，就是到尾啊，含你做伙看日头落山安尼。所以伫病床前，伫病床前，就来好解啦吼。不过咱看到。进前啦吼，这是这个同尾啊，这个时间啦吼，就是甲爸爸相处的这个斗阵的这个时间啦吼。啊，不过过去啦吼，四常冷战啦吼，亲像这个婚事，伊嘛甲你反对哦。是啊，啊，因为哦，我这台南人嘛吼，
啊，当然台南人对这个结婚的代志吼，父母的意见呢会较主要啦。因为想讲啊，你着爱照我的意思吼，啊会当来带一个吼，因心目中较理想的啦。啊，但是对我来讲，这就自由恋爱咧吼。我感觉讲，我就感觉爱，我就甲爱啊咧吼。啊，所以这个想法无共啊，所以我当初结婚的时阵吼，阮父母是拢无出席啦。啊，但是我这个人有咱硬啦，我吼结婚有咱家己办啦吼，啊办50-60块桌安尼吼，啊办啊做闹热啦。阮丈人爸来看，讲我夭寿啊这囝婿父母无来，我讲不要紧啦，是我要带阮查某囝，毋是阮老爸老母要带啊。啊，我阁毋是台北办尔，我高雄阁办一场。台北、高雄拢办一场啦吼。啊，所以办完了，我就甲伊宣布讲哦，啊，我就是安尼啊嘛，结婚啦。啊，我这趣味呢，我当初家己吼兼这个吼介绍人、主持人、佮结婚人就对啦。我家己去主持节目，家己唱歌，啊，佮招待这朋友。啊，迄阵全台湾吼。伫拍即个橄榄球的一个选手拢来，哦，啊，逐个欢喜个，啊，伫遐跳即个纽西兰的即个战舞吼，欢喜个。啊，阮太是讲计即箍毋知要创啥，笑安尼哦。但是这我人生就是安尼，我总是希望照我的意思去做一寡代志，啊，只要无伤害到别人啦。是。啊，尾啊，我有有甲阮父母回信咧啦，讲当年确实讲吼，上过匆忙啦，吼，啊，应该是代志。慢慢小慢一下，应该讲者。是，所以咱看到了，无论是这个结婚这件代志啦，吼，还是讲伫病床头前这个大和解啦，爸爸嘛对你讲一句话啦，因为这个有钱人家爱有一个会当食苦的这个人啦，吼，所以咱来看到这个大议长啦，吼，自过去就是这个。虽然讲爸爸吼讲你真头疼，讲你真热，但是你尾啊嘛是做出这个成绩，互伊这个有一个安慰啦吼，嘛看到你这个成就啦吼。头拄仔你嘛讲到这个拍这个球啦吼，规身躯即阵拢伤吧。我做爱拍橄榄球，是我伫台南出世，啊台南市就是算咱规个台湾来讲吼，拍出橄榄球介迄阵介兴的所在，即摆是台北较实行，啊迄阵我细汉就台南。啊，阮老爸长期吼有赞助这个台南市的橄榄球。哦。啊，我阵做爱拍，但是台南一中迄阵都无法度来拍。是。所以我入去台北医院了，我第一次去上学校报，就看到讲有人伫遐拍橄榄球，我就讲我要入来拍。啊，所以入去拍了吼，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足好的运动。先来讲呢，第一个啊，这要练体力嘛。啊，所以这训练我吼足坚强的体力啦。有影。啊，佮咱吼一个决定力，就是讲一个毅力。我要做啥，我做到到。拍球的人拢有这个个性。是。啊，佮来咧团队的精神。你像我是拍前锋的，前锋一般来讲无啥会得分啦，拢是抢球也不要去得，也不要去得分。但是你要看，你就是团队的精神，为着这个团体，为着要赢，啊，所以家己去拼。啊，所以这是一款吼。奉献啊，佮牺牲，啊，所以对我来讲哦，这个球对我来讲影响足大。对我一世人做医生嘛是，我来感觉讲啊，咱就做人无爱做的，吼，大家拢要做好做，我做无人要做的。所以咱要继续来带大家看讲文武相传吼，这大院长吼，毋拿这个会晓扭 violin 啦吼，啊，继续佫会晓拍这个橄榄球啦吼，啊，另外咧，这个道士道法哦，嘛是这个世界有名声的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杜元坤读大学了后，规日是踮卖球场，全身拢是伤，变啊骨正气，十字筋大受伤。这痛痛会佫较理解病人的痛苦。毕业后，伊第一志愿是心脏外科，啊毋过无住院。心内最上要行的科是心脏外科。我较早伫中间嘛，啊中间是张昭祥吼院长，啊中院长在伊足够开刀，啊所以我阵感觉讲哦，这英雄一定来做这。啊，问题是我脾气歹咧，我著看面即个吼心脏外科的护士吼，有当时也烧骂咧。啊，我咧骂人，一般来讲拢无咧输人的就对啦，有够歹听啦。啊，所以因尾仔甲讲哦，袂使，讲即个杜元坤袂使行心脏外科。后边的选择是神经外科、整形外科，啊，毋过真侪波折，最后选择第4志愿骨科。我骨科做4年啊，我有一暗，我急诊来一个病人，大腿断去。大腿骨头断去，血筋也断去。这若照迄阵的册咧讲，就是讲安那，安尼骨科医生先来，甲骨头固定好，铁也固定好，啊，过来请其他的科。啊，我中医师嘛，我就去拜托心脏外科讲，拜托啊，这血筋断去你爱食。心脏科安那讲来讲啊，我无咧做迄啦。了后我搁去做整形外科，啊，整形外科啊，阮无人力去甲你接这，你去叫心脏科接就好啊。我起码我家己接，因为我毋捌受过训练哦。
紧张啊要死的吼，说家己啊借一寡别科的即个手术的器材来，我甲接起，真正甲接起来。迄过一早我就家己就抓，我即世人绝对无要去拜托人啊。杜元坤学物件，看过就记起来，真紧就感觉国考伤过简单，常常无按章法，意见搁济，被主任骂，变着一股傲气，自创厝顶上的实验室。伫阮兜的楼顶，我是咧透天的嘛我伫楼顶所家己起一个实验室，内底拢饲啥？饲鸟鼠啊，饲兔啊，变做屋顶上的开刀手，我家己伫遐训练就对了。训练了，杜氏刀法就按遮来啊。我咧接火筋的方法，我咧接神经的方法，佮包括我买手伫临床上，比如讲甲囡仔生出来无镜头啊，我按伊的骹刷镜头来接手，也是讲有的人神经动伊袂振动，我用伊另外一只手的神经来接，也是讲瘫痪的病人无法度行路，我用伊头壳的脑神经来接，迄种我家己训练，家己创造出来。一个大佬老教授拢起来骂啊足歹听啦，讲你这个草菅人命啊啥货。我讲我效果遮好啊，伊讲啊你教西文个效果好啊。后来伊的纤维手术愈来愈厉害，透过显微镜细细修补0.1 mm 以下神经，天线比头毛较幼，比神经丛神经手术救袂少半身不遂的病人。显微手术爱大大心思后，医疗团队随时神经爱诱安。若要讲伊有啥物款的人其实第一个我想到就是伊是一个偏执狂啊，就是讲伊毋管做啥物代志为手术啦服务病人嘛相像，也是讲咧管理病院的代志即个规个格局到上一寡细微细节伊都拢足认真的。原来研究刀法，原来也研发工具，自创更顶更棒，互散车人也负担得起。所以我就发明这个物件，我拢总有27个专利。像讲这个物件，你看这要倒倒位呢？这要倒咱肩胛头的。咱肩胛头讲骨头长去用这倒咧，做下身的就对啦。含咱骨头我这是用咱台湾人超过1000个国人的这个资料来设计出来。杜元坤的临床经验发表国际论文，拢得到真高的评价。独创的3种多功能神经筋膜刷载，互期待病院成做全世界唯一用一凭这项手术的医学重镇。学生囡仔伫遐咧表演马友林我搁遐看，我听伊，我讲我想要来参加，毋通啦，你无必要参加这啦。我搁甲听者，伊讲你有啥物感想？我讲恁演奏了无好，我要参加，我要做指挥啊。元气十足万般通，坤为行医救众生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院长啦讲过去拍这个橄榄球带这个管弦乐团啦过去伫咧北医真正是真有名声啦人拢讲你是这个厝顶的这个 violin 手啦迄当阵是。人拢讲你这个规身躯拍完球臭汗酸味安尼但是无人知影你当阵就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冠军啦所以你要伫这个7点半早市的时阵用轻声啦甲大家化精神是，我拍操1个月入去学校1个月了，我听人讲远远的所在有人咧卖友林啦我过去看讲我原来是安尼算做讲5年6年的学生囡仔伫遐咧表演卖友林我过遐看，我听伊讲你来要创啥？我身躯臭汗嘛。我讲我想要来参加，毋通啦，你无必要参加这啦。我搁甲听者，伊讲你真正要搁听你有啥物感想？我讲恁演奏了无好，我要参加，我要做指挥啊。是大家都讲伊大学1年的高囡仔尔阮这5年6年的你安尼讲话讲遮遮尔臭屁就对啦，无要插我，过日我愈想愈气我走去甲阮学校的教官讲，我讲我要成立一个新的乐团，本来这个乐团无好教官讲你无必要做这个代志，我愈想愈气。第3天我就买恁摕咧早个7点半去北医的厝顶阮校长拢7点半来嘛，阮校长做好7点半一定会来，我买恁就甲走了走安尼全学校拢听会到啦。迄阵叫做医学院，迄阵毋是大学嘛，所以规个校拢知影讲无个笑伫遐咧下琴。3天了，阮校长挡袂住，讲靠迄人安尼啦，你知影下琴嘛袂要紧，
8点10分讲前啊要上课，你还搁伫遐下共吵安尼。我教官讲，你要叫我卖下琴，敢一个办法，互我组一个新的乐团。哎，像我咧黑白讲的咧。是。结果第4天无，我搁去遐走，拄好到拜5，大家知影袂得啊，袂得啊。迄楼顶你可能无叫伊落来，继续伫遐共吵。阮教官讲好，啊无互你成立即个北语吼，的一个乐团。是。啊，我讲我要成立一个北语的管弦乐团。而且啦，我这好到什么地步呢？我成立了1个月吼，我甲我一寡省营仔的朋友来，伫遐办一场北语第1场的音乐会。啊，音乐会走了成功了吼，从本来迄团从我接过来。所以北语甲尾仔2个团合一个做一个团，啊，我做团长兼指挥兼violin，是，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讲较早吼。学生囡仔老实讲吼，人较骄傲，啊，人来甲我动啥，我就感觉啊，你骗小的，较有可能我袂晓，啊，就去做安尼。所以咱讲迄当阵啊吼，都是专心伫咧拍球，搁有即个兼即个管弦乐团吼，啊，成绩安怎？好，有够老的。我讲吼，我会当毕业吼，算北语的老师吼，即足自卑就对了。我恁班140几个，我考107名，107名就差不多咁要落地去啊。啊，我有做一个科吼。爱用迄个显微镜吼，迄显微镜爱看的，我拢断掉。是安怎讲呢？啊，你都无认真看，你要安怎考啊？啊，所以吼，这个人生报应啦。较早我咧做学生，啊用显微镜的吼，拢断掉。结果毕业了，我变做用显微镜咧开导医生。这人生真趣味啦。但是尾啊咧，就是讲因为这个成绩较无好，尾啊去选科有拄着什么困难无？哦，我这选科时阵才趣味。我因为我买手吼，甲阮老爸吼。讲好讲，我本来为着要照顾伊嘛，吼，啊，所以等去南部1年，啊1年了，我讲好，我要来北部发展，啊，所以考入迄阵的中间病院，啊，中间迄阵外科足歹考，150个到考20个，是，啊，考入了我嘛是小共啊，迄阵开始认真啊，就讲差不多吼，会使讲逐年都第1名，啊，第1年后要选科嘛，啊，第1名当然啥物拢会选一下，啊，我阵心目中介好考着心脏外科，因为这影响科嘛，救人换心啦，吼。即马即个时代，迄阵无共，即马即个时代足侪当做这迄个心脏吼，迄导管吼，迄阵无啦，无即个物件，啊，我感觉这救人的赞。啊，结果买手的脾气伤歹，含要护理人员烧骂。啊，所以嘿，当初的院长感觉讲我这个度袂使，你脾气真歹。啊，无要互我行心脏外科，啊，我要我讲好，啊，无我来行神经外科。结果咧，我有2个共体就对啦。讲无，阮拢已经含厝人讲好啊，吼，讲你毋是讲你要做心脏外科，啊，阮2个要做神经外科，我人讲好啊，咱歹势吼，莫当人的路讲，我尾要讲好，无我要来行即个整形外科，要来接火镜，我已经有3个，嘛甲我讲，阮拢含厝人讲好啊，我想想啊，都无报啊咧，啊无来国考好啊，是，啊当初我考国考，大家惊一个讲，啊这第1名开始考国考，即马无共哦，当年来讲国考毋是第1名，即马。拢第1名来考国考，因为国考出路袂歹，所以我阵咧行国考原因是安尼。因为较早你知影咱国考医生吼，拢夜喊啊拍螺丝嘛。是。啊，我伫咧做中医师的时阵吼，迄个时阵有一个病人入来，啊大腿骨头断去，啊大腿骨头断去了后，搁血筋断去。是。啊，你敢知影医学当年啦吼，30几年前的医学就是讲，咱国考医生先教体啊。甲骨头接无好，是啊，过来咧，请比如讲心脏外科啦，还是请即个整形外科来接血筋。啊，问题迄只下有够无用就对啦。我骨头固定好了吼，我心脏外科咧开心脏，整形外科咧接手指头啊血筋，因拢讲因无用，因我讲啊，你应该找对方甲接啊。我讲你对方都无人要接啊，我要起码我也好啊，家己来。这伫即马来讲是无合适，迄无可能，迄无合伦理嘛。但是我迄阵无多啊，你无甲接袂使。啊，佮即个病人因这是阮开刀房的护理人员啦。所以我只好吼头家硬去甲接，我毋知安怎接出来。我捌看过人接，我毋捌接过。是接好了，继续哇好啊！这病人骹毋免记掉啊，血筋有过。迄个我就家己救抓，我即世人无爱靠别人啊。无爱靠别人。嘿，啊，我就啥物拢家己来。啊，所以吼，我想要安怎家己来？你袂使甲病人做实验啊。啊！你袂当摕病人做实验，变人好掠鸟鼠啊嘛。是。啊，要掠鸟鼠啊，土啊来拄小，要当做做，无位啊！你袂当咱病院做这啊。我所伫阮兜，家己厝尾顶。伫阮厝尾顶就起一间实验室，我家己起的。所以内底你就研发出你这个都市导对，所有鸟鼠啊啦、土啊啦，吼。显微镜啦，啊，手术的技师拢我家己去买，家己来用，啊，所以我所有的刀法差不多拢安尼想出来。是，啊，所以我开刀和别人无啥相共。即马世界做侪迄个吼，
这册啦吼，写讲这个新的手术吼，大家上奇怪，这个是按石头走出来的，要做话无？其实我毋知石头走，我按到厝顶出来，就是讲我台鸟出来摕出来。研发出来吼，听讲有这个29种这个专利拢是。对，我有全世界来讲37种吼的都市刀法，29种的专利包括讲做一寡吼。比如讲，这个机械啦，吼，做一寡这个要拍入去人体内底钢钉吼，是，有一寡病人用安尼。人嘛讲你吼，亲像已经看过这个上万的人啊吼，所以伫这个几千的也是几万这个病患头顶，会使看因这个骨头啦吼，还是讲因这个病过去这个病史啦吼，啊嘛有研发出1000多种的这个嘿，甲骨科较小白的吼，对，就是当甲倒起哩啦吼。对，这是什么部分？这是安怎讲呢？咱有分两个部分，这种实际上病人伫临床上面要用的，要拍钢钉啦，要拍无共的寸鞘。是。咱较早咱用美国人发明的，还是欧洲发明的？海人遐大绳啊，你看咱亚洲人都无共嘛。是。所以我都用这个咱亚洲人这个吼，这资料吼，来做一个咱亚洲人较适合的钢钉。而且这有。专利出来了吼，叫做有专无利啦。我话讲要哪讲呢？这是我专利无毋对，但是大家摕去用，我袂要甲你收任何专利费，是，就互咱一般百姓会使用者。除了这以外呢，咱古早来讲啊，像我咧专门咧接神经咧，古早人讲吼，接神经话讲啊，成绩做好20-30%，话讲无好10%，我话是黑白臭单尔啊，我就是迄阵的人讲的，即马咱咧介时间叫 AI 人工智能，我伫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咧做这，甲咱遮所有遮资料整理起来，会当甲病人讲，你若神经受伤，还是你的灵骨去要断去，半身不遂，我要安怎互你好，会当成功率到什么所在？所以这拢是因为咱临床上有咧做吼，发明出来的物件。有影啦吼，人毋过人看你吼，真正是安尼真勇敢，但是你一工才困4点钟。是，我一日干来困4点钟，因为吼，你无。加出来时间通困比如讲我拜三拜六开刀，拜六我家己开刀，伊人讲爱一礼拜休困2日，我无可能啊。拜三拢爱开到半暝啊，半暝仔12点，甲等于我办公室爱签公文。拜六吼对我来讲是介黄金的一日啦，先来讲呢，有足侪外国人伫拜5晚，按这个比如讲日本啦、韩国、新加坡飞来台湾，拜六专工看我开刀来学。学了礼拜，因较长去。是。所以我拜六吼，因为咱拜六无啥物行政的工课，所以拜六我拢早下7点，爱当直接开刀，舞礼拜透早。我其实是安那简单困4点钟，因为我若加困来讲，我就减做侪代志。所以我定定讲吼，我讲我若今仔日伤早困吼，对不起病人。是安怎讲呢？病人暗时啊12点嘛艰苦啊，你爱去遐看。若伤晚起来吼，对不起阮遮少年的医生。安怎讲呢？因为我甲教。是，我若今仔较早去查病房，会当一个甲教。你若空晚起来无当教，干那甲骂，安尼无法度做教育。所以我伫来讲4点钟，对我来讲已经足有够。所以一年365天，你休几工？我是安尼啦，我有当时也是毋捌休过。有当时啊休一工，就是讲吼，迄个29暝啦，等于分红包互阮后生。若有拄啊。因为我拢定利用这个农历的过年吼，出国去义诊啦，包括去这个中南美啦，也是讲吼去这个印尼啦，做一个所在迄无医生，迄有够可怜。咱就感觉看袂过去甲帮忙，去甲帮忙吼，就过年有当时无伫的，阮后生就讲我无钱寄咧，要给我生日，就讲你食较歹，恁老爸偌济互你，就偌济互你安尼。所以一年甲阮后生。大概拢迄边见面安尼。哇！阮后生比较等咧，我嘛无去，所以阮老爸当年对于我所做的代志，所即马来讲，我对阮后生安尼。只是我对阮后生，我无甲要求足济。是。拢阮无咧教，我是本身无咧甲教。安尼感觉讲拢规身啦吼，规世人拢无用伫即个医学头顶，对即个家庭有亏欠无？确实亏欠。阮后生捌甲我讲，伊甲我讲吼，你对我来讲吼，你较无像老爸。你对我来讲较像啥物呢？较像一个，阮所有朋友啦，阮的老师、社会人，大家咧讲的一个传奇的人物。传奇的人物。对伊即个话我本来想去凊彩甲我讲咧，结果吼，因为今年我着即个医疗公园奖的时阵吼，因一个学长，因一个6年的学生吼来甲我访问，甲我访问第一句话就我讲咧，讲恁后生吼，甲你讲吼。你较无像因老爸，你较像一个传奇的人物。我听者心头来，足一个讲真正，阮后生有讲这个代志。对家庭确实是亏欠，因为我感觉
病人对我的需要超过我的家庭。而且这社会本来就是安尼，就是咱若决定做这个代志吼，你若讲有欠一寡力就对啦。你欠一寡力的时阵，你就会去计较，你要付出遐济无？对我来讲，无咧欠力的空间。是，就是专门拼做好病人。做病人。对。但是后生有看到你这地啦吼。我相信以后伊会了解，即马就较有了解啊。我老师跟我讲，你捐遐济钱互人我来台北读册你也无买一间厝我讲恁老爸家己趁的咧，恁老爸家己去趁。是。我是希望甲训练啦，希望甲训练。所以咱要搁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吼，咱这导演长吼捐钱已经超过1亿啦吼，伊这个奉献的心，咱先做伙来看。热天的平湖海水是光闪闪，一透早7点外，杜元坤甲医疗团队已经到平湖。1点钟了后，到东结署，原本人口1000多人的东结村，如今只剩20多岁老人长期住伫岛上。那头是袂歹，但是你看你的棺材内底吼，起起伏伏，身体保重啊，真正健康吃饱子啊，好来，阿嬷吼。我甲你讲吼，你这间过来小可去互歪去，我坐这座船来就是要教你食饭。好安尼哦。安尼较爽，较爽。对，安尼。除了伫东结署，二代医疗团队也到花市甲七里为在地乡亲提供义诊服务。特别的医疗团吼去义诊，倒来我拢感觉义诊吼是征服者的傲慢。你有钱嘛？你征服者嘛？你傲慢嘛？我来甲你看看，我互你药就好啊。你无解决因的问题，这个所在逐日拢有人，逐日拢有人的时阵，就爱去包这个咱离岛的吼，这个医疗计划。所以倒来我们遮病院遮大家下骹手会讲，咱来做一个吼有意义的代志。我就甲因讲，爱安副院长、教授、部长主任先去，我大家想抗议下咧吼。一般咧做义诊，拢嘛是讲派讲实习医生，我讲袂使，这是对人的介无尊重。咱来派介好的医生。杜元坤是台南人，毋过对平湖有真深的感情。伊讲是有10块便当阿嬷，曾自叫愈感动。介主要一个人，就是吼一个阿嬷，庄主玉女阿嬷，伊来互我开刀，开刀了吼换这棺材。第2天跟我讲，医生啊，我要出院。我讲无啦，过多2日啦。伊讲无，我一定要出院。我无你甲信，我讲无明仔载啦。好，明仔载早起5点5，我去巡病房，跟你讲，医生我一定要出院啊！我讲，好，你甲讲到这个样的就对啦。我若无出院吼，阮迄吼伫个咱高雄码头遐吼，大家咧做事的人，咧做工的人，因无10块的便当通食。我听者拢戆因的，我讲靠这个代志啊！含我较早伫读大学的时阵看这吼《德蕾莎修女传》，我感觉这是台湾的德蕾莎。比如讲，这礼拜咱要去澎湖。到后礼拜以后要开刀的时阵，就感觉讲人就虚啊，伊个会当坚持，一直安尼做，一直安尼做。这对我来讲是算讲足大的震撼啦，因为吼，伊变做讲伊用身教甲我讲吼，毋管你到啥物地位吼，伊较上成就偌悬吼，服务病人吼，才是上根本的即个做医生的价值。不少病人因为半身不遂，产生忧郁症这心理问题。台湾无再曾是杜元坤的远大目标，毋过医生也是人，时间安怎够用呢？有啊，阮的少年医生抱怨说，困袂饱了对个，安尼目前是安尼。我查房5点，早上5点半就5点半到6点就查房了。有时候你像跟院长更累，开到半夜啊。你无听医生讲的，生前少睡，死后长眠。你有这个阮医生的迄个名言，你无听过吗？为做主治医师的第1年，每个月薪水捐出1万，导定满满的捐款单甲感谢状。30年来已经捐出将近1亿。伊无特殊信仰，伊的信仰是医学。伊讲解决病人的痛苦是伊上大的快乐。
咱讲杜院长呢是世界真正出名这个手术权威啦吼。不过咧，咱头拄嘛讲到，就是讲这个外国的这个医师来到台湾吼，用到这个拜六的这个时间，甲你学，你嘛唔惊人偷师啦吼。对，我足爱教。老实讲吼，我足惊人学无的啦。像咱讲咧，这个物件留伫我身躯顶无效啦。爱传出去，吼，大家拢会晓吼，包括咱台湾的医生啦，包括世界医生，那大家拢会晓，会当救得较侪人。所以我开刀有一个习惯，我一定伫乌邦顶悬画图啦，啊画互大家看。啊，较早是乌邦，即马是迄个阿古里的邦吼，啊大家拢看我较要开就对啦。啊，若看无的，我讲我无爱甲你教，你这无天分安尼。啊，所以大家拢，其实我所画的图，足侪人甲翕相落去吼，即马已经放伫人的。真正册顶悬啦！我做爱画图，我做爱画图。这里你的这个真正头拄仔咱讲的，唔惊人偷师啦吼。对。啊，尤其你的这个部分，头拄嘛讲到，啊去国外做义诊啦吼。啊，其实咱这个离岛，这个平湖遮嘛接去，一个月去甲一届。对，这吼，这差不多5当前啦。是。差104年迄阵吼，啊，到迄阵。我伫迄以前就1年至少2遍到3遍吼，是啊，拢会带阮的团队，啊去平湖遐义诊，啊，就一个岛安尼义诊。啊，迄个时阵本来大家想讲安尼就足好嘛，一边带40-50个人，啊，啥物科拢有。但是我特别介艰苦，就是讲我义诊看了要转来迄日，因为你这3工、这4工甲病人看好，啊过来咧，无啊，咱拢转去啊，啊人等伫遐，啊要食药啊，啊要继续。咱的医疗服务所登去啊，啊，所以我阵感觉讲吼，这就较早像我帝国主义吼，是迄款骄傲啊，我是帝国主义，我足傲，啊，我来甲你帮助尔，实个时间到我要转来啊，啊，愈想愈无，迄个心内吼无爽快，所以尾手我迄阵找这个朋友吼，迄阵的馆长这讲好啊，吼，陈高福馆长我讲拜托的，我想要来遮做义诊，是，伊讲啊，佫毋捌医生安尼来讲的，我讲对，我讲对我来讲吼，伫我人生这最重要的目标，所以阵含伊签一个约了，我就逐个月陪过，甚至一个月陪2遍、3遍，啊，做到一段时间了，我感觉讲，干那做个人的义诊无够，是，安怎讲呢？阮想去包一个咱的健保署吼。有一个叫做平湖的 IDS 吼，迄偏远地区吼的即个医疗计划啦，包起来你也变做讲毋是干那我尔，啊，阮做者副院长教授拢会当到大家倒去服务，去七美啦，去礁树啦、花树啦，足侪无人要去的所在，啊，阮就去遐个服务，所以你一个因为咱一个人带去一个全面性的服务的即个义诊的意愿啦。所以毋能讲即个平湖啦吼，那么看到你成立即个偏向医疗。这个龙大啦吼，对，包括着咱这个台东啦吼，自咱高雄这个燕巢出发，对，屏东这个台东，尤其咱讲这个南回遮吼，医疗真正欠缺，真正需要。咱其实咱政府是愿意出钱，但是吼，政府有这个决心以外，你也想到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咱的软体内底是人，是有啥物人要去？好，啊，咱若今仔日咱来讲，我来做教授，我拢甲恁讲医学教育哦，大家爱有伦理，爱去服务。你家己无去，拢讲假啦。对啊，所以我就讲家己聊落啦。所以我拢家己带队。你看我去朋友，至少带2-3个医生，护理人员一关拢几啊公是安讲，我互大家了解。我毋是凊彩讲的，我真正家己了落做。吼啊，尤其足侪人讲哇，你做个院长，这个官道啊。啊，想要去服务伊啊，我就甲因讲一个足事实的代志。人的官道毋是讲话你有钱有势做院长迄官道，迄是假啦。真正的官道是你心内的官道，就是讲你愿意吼跪咧涂骹帮病人服务。吼，爱这艰苦病症伫骹，伫只骨，伫骹头拢是要讲，你也落去甲看嘛。看了后，这个真正做一个医生吼，真内的心啦。啊，所以我拢做互因看。啊，所以阮遐少年咧，大家看下讲，哦，这个老师都毋是凊彩讲的，真正咧做啊。尤其你讲过一句话，就是讲哦，这个医学是上接近这个上帝一个安排。是，确实看到你的这个形象。确实，这上帝吼派伊吼，伊的天使来救人。是。啊，咱其实咱咧做的代志其实是安尼。咱帮医学吼，互搁较侪人，互因有这个福气，会当享受到现代医学。有影啦，咱头拄讲到这个。无论是这个南回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平湖也好，平湖咱头拄这个有这个影片内底看到一个这个曾女士啦吼，就是讲你叫伊这个2工都爱出院啊。对，伊这吼这叫做10块银的阿嬷，这个人有够好啦。是，你只要10块银，互你食甲饱，
饭啦、菜啦、汤具在利用。是。当初我开刀了，感觉奇怪，大家人拢住一礼拜，是安那伊2天跟我讲啊，董院长，我要出院啊。是。我想无，伊甲我讲，我若无出院吼，这码头这工人是要食啥？无通食啦，无通食。是。啊，伊卖7间厝呢，伊甲因后生互7间厝拢卖掉，关乎这个人。即款的精神，我来讲，咱册读较悬哦，咱比人袂得。所以我感觉讲，啊，人一个乌巴桑会当做到这个代志，咱嘛得爱甲学啦。是。所以伫当初来讲，我对平湖人的感情其实按遮开始。哦。不过咱讲吼，你对这个奉献的心啦吼，毋若伫这个医疗头顶吼，捐钱者吼嘛是拢真大手啦吼。咱讲你伫80年的时阵，就开始这个第一份薪水吼，就拢捐一半出去互人吼，啊，到当已经1亿啊。对，超过1亿啊！对，这原因是安尼，因为我较早读，大家嘛知我较早读大学无讲做认真读册啦，但是一本册我一定有读，就是《德蕾莎修女》。这德蕾莎修女这个人是，真正我感觉这真正神派来救咱的。啊，伊阵讲一句话吼，伊讲吼，咱若真正会奉献啦吼，毋是讲甲你嫁出来互人啦，是，你真正会奉献吼，会贡献吼，就是讲甲你本来有人。分互人，家己有的本来就有。家己有本人，嘿，毋是讲你假的互人，假的互人我就傲慢尔。我听这句话，我都影响足大。是。所以我阵做伫训练的时候，我薪水袂遐悬，但是我做主治医师第1个月，我就决定讲我要捐一半出来。哦，迄阵足侪人都讲笑的啊，啊，靠人做安尼啊，我讲这是我爱逼家己做。啊，逼家己做1年2年变习惯啦。是。买手你感觉你无做会足奇怪。啊，薪水是愈来愈悬，管的愈来愈济。是。所以我有甲算过，加差不多差1亿啦。有人讲啊，你看拢袂忝就对啦。凊彩人也讲有啥物需要管的我就管。我讲这足简单，这甲咱吼，我是无留好手啦吼。你若无留好手样，你知你大家拢爱扣好手。啊，你大家扣好手吼，你若1日2日无扣吼，你会变做。你袂爱家己迄个型，喙手袂生嘛，是，所以你大家拢爱哭，爱心嘛是啊。你要甲你的钱分一半出去，你得做惯势啊。逐个月甲你才讲啊，时间到，我应该捐出去啊。无做会解叫啦。哦，做解叫，所以这变一个习惯啦。是，啊，毋过吼，咱讲你捐钱安尼超过1亿吼，啊，受你帮助的人真济啦吼，尤其你有捐一笔钱吼，就是讲吼，除了投入这个医学啦吼，研究的这个学生啊吼。因为吼，伫这个。咱政府吼一个足好的目标，就是讲按新南向吼、新南向安尼，啊，甲遐学生好来咱台湾读册嘛。是。啊，咱政府的这个政策是足好。啊，但是因这学生来了，为经济上虽然政府有甲帮忙，为较无法度。尤其你若伫台北市，咱的生活水准较高。当初我就决心讲，我要帮助这个人，互因当好好读册。感受到咱台湾人的温暖，互因当好好读做研究、做论文，啊会当互以后成就了，会当等因的国家帮助人。按当初我感觉奇怪，讲啊靠，这个人无代无志走出来要甲帮助，讲是毋是？阮论文来甲你挂名，我讲毋免，我讲我生图无再漏开，我论文哦，国际论文200-300篇啊，我无必要这，我需要是讲你爱认同阮台湾的政府甲恁的帮忙以外，是政府也咧帮忙，啊咱民间也咧甲帮忙。尤其咱看到这本册啦吼，世界上上快乐这个工课，就是做医生啦吼，尤其你做这个微神经的这个部分啦吼。是。啊，今年嘛得到这个奉献奖第29届这个部分啦吼。是。啊，咱看到这个头先啦吼，这写册，这个是医大这个董事长啦吼，伊嘛写着。当初时要找你来做这个院长的时阵，伊嘛是3顾正4请，但是你当阵就是讲啊，我无要讲薪水，就是伊嘛感动，就是这点啦吼，因为愿意为这个偏向这个医疗来打拼，伊嘛看到伫心内安尼。对，当初我含伊讲的第一件就是讲，你来引准我吼，做好了无人要做的，袂趁钱的，啥物款无人要做袂趁钱？第一个就是讲咱神经着伤，第2个就是讲啊。冷骨着伤了，半身不遂的。是。这伫古早来讲，根本无人要治疗。吼，啊，佮过来有一寡先天异常，囡仔生出来无镜头啊。是。啊，这伫咱所有的来讲吼，是最困难的。所以我甲迄阵阮的创办人，迄个林义秀先生我讲吼，我来你也应征我做这。啊，伊嘛知讲做这伫咱即摆来讲，这对病人做好，因为咱有健保。是。但是对这健保吼，所付便宜的钱来讲，这是无啦，这无合成本的。啊，我讲袂啦，我有哪会做一寡吼来讲，咱健保讲的较会使讲吼，要你收入啦吼，会平衡的来做安尼啦。啊，所以当初我甲讲好了，讲好啊，无你来做。啊，我讲几个条件，第3个我讲。我所有的团队爱讲英文，
啊，伊阵嘛毋知是安怎，伊尾手即马较知，因为你讲英文，国际病人来足方便。啊，所以拢还没讲了，伊讲，啊，你有啥物物件无讲无？我讲啥物？伊讲啊，你薪水，我讲不要紧啦，这个顾在你算啦。我是要离开台北，来咱南部介需要的所在，创造一个新的医疗。一个人讲吼，敢若是会当讲无管一切吼，你发挥偌济吼，你开偌济的投资，你要让病人欢喜，要让病人快乐。安尼规个回过头来看吼，你行医的这30档也好，你有啥物感想？我的感想吼，就是讲吼，咱这个做医疗这个工课吼，确实是一个快乐的工课。第一个，伫咱台湾来讲，做医疗你的收入袂伤歹。是。第二，就是讲你会当帮助足侪人。是。第三，就是讲咱伫做这个医疗的教育的时阵，会有足侪人来学咱的精神。是。其实即马因为咱做这个行业，每个人想法无共。不过我总是相信讲，来要做医疗的人，应该个足侪人吼，有我即款的使命，对，会想要帮人服务。是。所以我四界去共教，我甚至毋是教到大学研究所尔，我连高中嘛去教。我拢甲因讲，以后你要做这个行业。都是有这款小的医生，嘛是活较足好啊。我虽然起小，但是我嘛活得足好啊。啊，身体有顾无？有啊，身体即马是较勇啊。他即马搁咧拍橄榄球咧。是，毋过3月迄阵就小可破病是。哦，有影啦，我3月是安尼，我到2月2、8，我搁去拍橄榄球。是。啊，3月初1，我咧看诊看到一半，感觉话讲袂出来。啊，原来心脏病发。是。我一条血经去塌90%。哇。嘿，啊，阮遐个电工科的主任啦，阮心脏科主任拢甲我讲，哦，你袂使，你爱心脏要穿经啦。我讲袂使，我病人看了才去。病人看了才去。嘿，啊，因拢讲我笑啊，所以我已经诊断出来啊，哦，647个电脑看了啊，我个病人搁看到4点钟。搁看4点钟。我夜边救护车伫遐等我。是。当我看了，随啪倒去，随去做经啊。哇，这大院长。真正人讲你是一个小的医师，你家己嘛敢安尼讲啦吼，但是看到你的这个精神吼，就是讲病人为第一啦吼，尤其咱头拄讲的，甲病人放伫咧心上，真正是使人感动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大院长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阮气十足万通，坤为行医救众生。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谢谢，感谢你，谢谢。我你的故事真的使人敬佩，赞。个性，个性，本地就很乐天啦。我感觉，我这我很细汉的迄个，我会使讲细汉家境好嘛。家境好，你会感觉讲，唔知影讲上起人啊对。你尾仔你看。